给我老公，我才知道这结婚真的是太好了。我就说我馋他做的饭了，他就连夜赶过来，就为了给我做这顿饭呢。就我老公干事的效率，这麻溜劲儿啊，干啥他能不成功啊？你看我老公帅的，你看这肌肉大膀子的，咋就没有个星探给你发现了呢？长得是太板正了。这不就是霸道总裁爱做饭吗？老公，你今天给我做啥菜呀？做个排骨，做个汤面包。哎呦，就这个手艺，打败了全中国99%的男人啊！你说他咋能不帅呢？这肉肉的臂膀，好香啊！你看这个排骨做的，包子包的，豆腐皮擀的，还有小八加一给我满上的。你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男人吗？我太有福气了，老公，干一杯！干杯！